爱吃盐嘅声音呢，会吃到较快乐。做得起家解决问题嘅声音呢，都有自信。也係伊嘅聲音呢，附愛是經節目。也歸大家愛對總部出發，去到北台灣同南台灣挑戰。去實表衝浪、上山落海，喺競爭同合作當中，考驗大家嘅耐力、體力同智慧。來，聽聽人向下去各地探險。上一集深夜盛宴頭100見面，對全台灣各地來到合歡山、地梅風農場，各位又跳又緊張嘅音樂，大家都當有想法，未想為家家去認識附近嘅環境。雖然雪山冬天，不過我希望繼續加油。合歡山山頂上有一多種花草呢，我到合歡山最希望看到大壯雕誒。高山頂嘅植物，老平地嘅植物有乜嘅所長呢？梅風農場有按到創設部，東向全部都認識。希望今輩嘅所來做得記得收入你嘅名個。合歡山總共有幾多座白屋呢？我開始第2年嘅任務咧，準備好向下出發。唔知今晡日嘅任務係乜嘅？特別期待。來澳洲真是好多新朋友，真緊動歡喜。梅風怎麼解按到梅風？阿妹小問到梅風怎麼解我按到梅風？係因為天氣嘅關係，漂長夜無風，故所就嗌鹽咩同佢按到梅風，要知道當期冇呢。好。既然來到呀，總係等到花花草草同青菜果子嘅農場，今晡日嘅任務都同植物有關咯。任務開始以前，愛先分組，我來教伊個小遊戲，伴大家行下熟悉。分組嘅方式就看到遊戲當中哦。口下把口下把粘上來，3個人粘頭粘在一起。口下把粘7個粘屁股，7個粘屁股。阿原則第4幕嘅天草愛強下，夾就去同4幕嘅鬥足7三年，真是當機靈。沒有7個那組就全死了，這個。口下把粘哪裡？這個粘肩膀，大家全部注意到就分組好勢嘅，由細拉一組阿友君、阿凱盛、阿立生、阿原則。由細幕一組阿軒兒、阿飛賢、阿福田、阿呂勇。還有分合組阿姨、阿蘇爸、阿姨強、阿美秀。就要開始頭一項任務了。來看一百個題呢，一個任務愛考驗大家的觀察力，大組都有16批100，限聽40分鐘，只有前度的100正確數量得3到1分。走，那個指，哎，這個搞不好是，這個搞不好是。一個慢慢觀察，不要急，慢慢走。等一下，來這是個新型葉，那是新型葉。對，我們找到這個。這個我們叫它荷葉型好了，因為它會長得很像荷葉。要細細觀察，它紋路特殊的，大家仔細觀察啊。我們在一直找，然後呢，有一些還一直找到很相像，但是並不是的。然後呢，我們在經過了一番波折，我們才找到一些，就是真的是一模一樣的。那我們現在找到這一個，這兩個，然後我們還要再找這個，還有其他的。沒有，
哎，这个是哪一个？这个它的那个叶脉不一样，它叶脉不一样，它叶脉它垂直，看这个水平的，这个跟这个有好像是这个感觉好像叶脉看一下1、2、3、4，差不多哎。对啊，先拍起来吧。不是感觉它的叶脉有锯齿啊，而且它有锯齿。对啊，它有锯齿啊。它有毛哎，它一样是7，就先拍起来。它的边缘拉过来。就是它感觉像是就是立体的，滑水感觉。没关系，先记着，如果有看到更像再来。没有，好像没有。什么东西？没有，这是连着的，它这个这没有哎，很像，真的很像。拍着，你拍吧，只是歪掉的。我们刚刚找到的是不是这个啊？会不会是那种的？雷龙现在看到的那个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是不是叶子是那个长长的？可是它，是啊，是吗？我觉得反而比较像这个，因为它旁边没有虚虚的，它旁边有一点点而已。对，应该哪里？哦，那就，不是我的手要不要走开？有没有拍到我的手？有啊。好，没关系，这样还知道是哪一片。对啊。雷龙，等一下，这个是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对，就是这个。 1、2、3，我觉得很像那个。还在有啊。这个它是不规则型，这个很规则，所以我们要找这个一条一条的，不是像这个歪七扭八的。王队，我听说你们在那边找到很多啊，找到超多个，多的很不行，说不定是这个哦，这是什么？有蓝队在附近。哦，我们要小声一点，这个很这个有超多叶的，不像，它没有绒毛，没有，你看它这里还有凸出来这些，它没有绒毛，它没有锯齿状，它没有毛。谁来组为意见一穷贴贴斗哦？它们很像没错，但我们要找到是有关它所有一切特性的。那你们自己找到天黑吧。你不要自己一个人乱走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我在看呢。当队长的要负责一些责任，比如说像是有些会到处乱跑，就会让我很困扰。我看到了，有没有像？没知道，对，非常明显，非常明显。他觉得是像这个，像，感觉像，这个有这个哎。时间到，大家簽到幾多片呢？要看匆忙呢，向下來看啊！我们队找到的第一个是圆形。好，圆形的话，我们确定是吗？确定。好，恭喜你答对了。那这个叶子如果长得像莲花一样，有啊。然后就要金莲花。你们4位都同意吗？同意。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哈，但是3片叶子就很像，对不对？对。好的，恭喜你答对了。这是我们平常常吃的草莓。好，草莓。哎，对，这是草莓的叶子啊。恭喜王翠簽出10種葉唄。这个找菊花，最久。菊花吗？不是菊花，它就是很像菊花。答对了，因为它是一个轮状叶哦，从中心然后长出对轮叶的。那其实呢，它叫做羽扇豆，它就是我们现在很有名的鲁冰花啦。因为它就是我们对。我听过那个电影，我还哭哎。哦，你还有哭啊？恭喜馮翠強陽簽出10題，藍翠簽出7題，黃翠同馮翠都平到各得3分，藍翠第3名得1分。經過一個演舞，大家對葉嘅外形同葉脈係唔係行較了解呢？接下來，按認識黑鳳山的花。這個是要考驗大家的記憶的時候了。大家今日愛挑戰第2座榜屋黑鳳山主峰，高有3427公尺，見天山還愛見看露水的花哦。大
人為上結快提振同減量嘅，看下大家記得到幾多誒。合歡山的花季啊，在7、8月的时候是最热闹的。我们可以说它其实就是高山的花园，也不为过。这一种花呢，也可以轻轻用手摸摸看，它摸起来其实也有一点点什么质感，毛毛的。那个干干的花朵呢，其实就也是因为减少水分蒸散所发展出来的。好，那这个的名字呢，叫做玉山抱金赖萧。赖萧，对，现在的赖。那前面这个黄色的花，它名字非常简单。我想我们介绍这么多的植物里面，你一定会对它印象非常深刻，不是虎杖哦。它是一只黄色的花，对不对？名字就非常的简单，大家可以猜猜看的。小小黄花，黄花一只，顺序再对调一下就对了，没错，就叫一只黄花，它的名字就一只黄花哦。我们在记刚才那边的，然后我介绍的是黑斑龙胆。老师说那种花是什么名字，然后就赶快记，可是都没有记它的长相。黑斑龙胆跟黑丹龙板，全勾字，黑斑龙胆。现在开始好像没有感觉，完全不会累了。对啊， 21、22、23、22、25。耶，总算看到山洞誒！啲呀，看那起一奶就雲，有一種提到雲航嘅感覺。接下來，我來搶答了。看法搶答，答主100派出13人，看人出題，請要搶到正確圖片嘅記主得分，只要按錯嘅多少得3到1分。注意聽哦，玉山當歸，1、2、3，玉山當歸。當歸是下啦，好，來對先，就是玉山當歸。台灣澤蘭，1、2、3。好，節目，這是台灣澤蘭。冇想到藍翠啲看一比演互動中打爆米，唔過啲看法搶答依然硬強，連睇人冇少幾多嘅法未按錯。玉山沙僧，快點來！好對天，這個是玉山沙僧。剛剛好像光對的就跟我靠太近，他好像有絆到我，然後我就摔了一跤，然後趕快滾過去按下去，結果他的0.000001秒。因為沙僧我還記得他是當時老師有說，他那個花季已經過，所以它是垂的。然後如果是花季開的時候是像鈴鐺一樣這樣張開的，然後是紫色的。我沒有受傷的，我還好啦。我覺得那個就是很傷心啊。對老師，我沒有怎樣。我對自己也很傷心，因為呢，我身為隊長，然後我連1分也都沒拿到。你不是這個專場，你是客家語的專場，你好好在你的專場發揮一下就好。恭喜藍翠按錯6題得3分，鳳翠按錯3題得2分，黃翠按錯1題得1分。有人說哪一座山最美而且最好爬？毫無疑問，當然是合歡山。大家睇嚟兩錯半惡，對合歡山有乜嘅印象呢？也係愛請大家來做合歡山嘅推薦人，第3人用30秒來推薦合歡山。前面由導演選出首屆來稱號嘅30人，各加1分。一擺來到合歡山，看到合歡山四面嘅風景真正，地圖嘅白白楚楚嘅真正。雖然當過較涼地位，不過還配當好高，歡迎大家來也評高。
在这美丽的合欢山上，有许多的花草树木，例如可爱的玉山毛莲菜，还有漂亮的黄栾，还有许多的花草植物呢。我觉得合欢山的风景非常的美，这里冬天会下雪，夏天在炎热的天气里还能吹到凉爽的风，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。恭喜阿丽勇、阿义强、阿佑君得到1分。今晡日俺大帮看一百戲呢，來認識梅峰杜康的植物，未地去合歡山的世界，認識高山的花。梅峰農場還有一類重要的特色，天草愛戲，佢就係摘果子。也個義務我來看大家這裡到結蟲的冇。摘菱角青蟲，已經菱角100元，特助愛摘嘟好400元的菱角，千減的個組得1分。四件大概的700粒的，看哪組再來清準。所以等下摘的时候很简单，果蒂之间它跟那个这个枝条有一个节点，节点之间你只要用食指，顶住它，然后呢把它往上搬起来，它就掉下来了。3、2、1，开始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，哎，这边不是啊，这一颗可以吗？手指一张。你们看一下这一颗可以吗？这颗够了，这颗够吧？够啊。应该够，应该够。怎么摘呀？有一点黄黄的吧？有一点。这个跟那颗差不多重。这样摘，对吧？这大人才刚已经帮我采，来放进，来放进袋子里。我再找看。太上面摘不到。哎，这颗呢？你摘得到吗？对，这是哪一颗？这颗。对，这颗。摘得到吗？好，这颗可以摘了。行，可以吗？不错，这个。你先压在这里，然后往上搬。我帮你，我看这你 OK 吗？哦，可以这样。不是，我怎么是感觉是要拔掉的？对。这么容易踩到？对啊，这个放到袋子里。小了啦！药管大小，药管大！你每次都盲目的执行一件事，然后都不先问我们。对啊。接下来请大哥一点，接下来都请大哥。这个我一颗。这个小。我知道是小的。你摘了？对啊，你摘了这颗不好看哎，这颗很好看哎，好好看。哪有？不好看，你看对，你的审美观跟我们不同啊。对啊，怪的。这个他都摘了。可是这个怪的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已经采了5颗了。哎，怎么变？哎，好，366元。好来，449元。449元。你不要400，我觉得他们可能很刚好。好，370元。恭喜風吹人嘅得到1分。歡迎大家來梅芳，我上樹，我咪係客家人，我講太富強。比賽會結束嘅，請你我來考講下，一擺愛看大家彈力樣嘅。演唱到啲梅峰做些屬於小子，希望用客話來小結自家，大家愛彈真啊來哦。正月時是得來看花，新月是得來摘水蜜桃，寒天是得來摘菱角。謝謝翻譯員，大家連登來翻譯佢講嘅自我小結，演唱一記得1分。我無卡有4個人，我家有4個人。我同好客山同看書。喜歡爬山，不喜歡很喜歡爬山運動。啊，錯，我心中一條彩色。我很喜歡紫色。梅峰有條桐葉，東江哦。我只聽得懂應該是梅峰有什麼？哎，有什麼？有蜜蜂。梅峰有豬。
的哦，袂肥的。眉峰有，鸟也有，蝴蝶很漂亮。 OK， 第二回合，请练习做对掌水蜜桃。好，第二回下一位。7月10可以摘水蜜桃。金比东就是国菜猪肉苦瓜汤。今天晚餐吃猪肉苦瓜汤，还有菠菜。错哦。哦，错嘞。我们就是指我们晚餐吃的，不要光看客人，逻辑推理一下。还没有得分的请起立。听懂你们3个抢答。我去过阿里山，我东好视察。我去过阿里山，然后后面那句可以再念。我东好视察。我调查。请说。你去阿里山，你很喜欢喝茶吗？没错，我去过日月潭去天马。我去过日月潭。去天马。好，对，敏修说。我去过日月潭骑脚踏车。答对。欢迎大家來梅芳，大家有吃飽嗎？欢迎大家来梅峰，然后最后一句再念。大家有吃飽嗎？大家有吃饭。这一个一不对。吃飽嗎？吃饱嗎？大家有吃饱。阿奎神啲大家嘅聽數下，總算得到1分。其實啦，是愛幸福，好人緣係當次嘅事情，未做得同當人溝通哦。一起來看成績單 ，OK。頭黑分散嘅任務全部完成咧，大家頭一排強下，又緊張又戰鬥，一排得到前6名嘅成員就優先出前，做得先起點冇出盤。好，一起看，请。快点吧！我选择。好，现在先请佑君，请问你要选谁？我选黄凯的。好，黄凯珍，你选什么地方？我选北台湾。好，再来。我选颜美人。好，磊荣。好，那地点呢？等一下，你选洪富婷。好，那磊荣选什么地点？我想选南台湾，在这个可以坐高铁。对，南台湾。你也选南台湾。哇，什麼嘢？都頭什麼嘢呢？阿飛選阿雷用阿福田阿姨姨確定會強下到南台灣，係個阿耀娟阿凱神係確定會到北台灣來接受挑戰。其他人愛用嘅來安排咯，下20處啲哦。聽錯愛記得繼續聽定誒強下來去教哦。我已經做好準備，我結束下擺挑戰。吃了好飯山，我吃了下擺還看哪個挑戰都唔驚咧。台灣大一số山都有特色，有幾啲希望做得全部挑戰。